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伫旧金山会谈。会后，美国总统拜登开记者会，大家拢正关心台湾议题。拜登嘛强调讲，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。嘛讲伊伫会谈中有明确来表达讲，望北京唔通干预台湾的选举。美国有资深的官员是表示讲，习近平冇可能有外界风声的2027年，还是2035年拍台湾的计划。 I als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. We maintain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is a one China policy, and that I'm not going to change that. That's not going to change. 美国总统拜登记者会，台湾变作关心的焦点。中国官媒指出，习近平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，并明确表示无支持台独。美国之音指出，资深官员讲，习近平否认有2027还是2035年武力攻打台湾的计划。拜登除了国再声明一中的政策，也证实有伫会上要求北京尊重台湾大选。 Well, I had that discussion with him too. Made it clear I didn't expect any interference, any at all, and we had that discussion as he was leaving. 拜登强调，无要改变台美现况。媒体记者也询问是毋是信任习近平。拜登是讲信任，啊，毋过爱适时来回应。学者分析，比前几届拜登伫防卫台湾的议题明确的态度，这届回应相对保守谨慎，可见有意要降低美中中的紧张情势。沟通的管道要好较顺，啊，毋过美国对台的立场也是同款，并无改变。恢复军事交流，保持沟通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中关系里面比较相对正面的讯号，但我也不认为在美中关系改善、慢慢的改善状况之下，台湾的议题会有被牺牲或是被减损。对于拜登总统再次利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场合，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，外交部表示肯定与欢迎。 外交部感谢美国支持台海和平，啊，毋过这个时阵强机也是持续绕台。国防部公布有查到强机10台、强舰5只，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有4只强机要飞入咱西南空域。国军运用任务机甲军舰反地飞弹系统，严密伫监控甲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